其实给这几些给这几的是呢。当我送给着起步就是买的家了装的，俺的蒙不呢，我送8颗炸酱椒蒙不装个的，炸酱椒呢就这么些啊，他开可动大些买的蒙不装没的，其实你就是说他人家的人啦吧，就是说个加了炸酱我送8药，等你加了么个公母嘞，等你人把的还没当那片，人把我送牛的我嘛个你，但用那个卡巴酱就是人啦，公母都是嘞，加了都是么个蒙不是么着，你就吃了我们也提的嘛也提。但你就是这么的，这里就加了牛跟那个吃中个给，装那吃牛，一起没上那吃卡巴椒、食品椒，但我家人那食品几样人，我家些给下些的工，家有装不吃的嘛，给下都到些里的。但你家人呢，看做的嘛，那我就些，那我就个我食品装不进去，这上我真的，我不我去我食品机接都是食品机接的，打错颜色了之后，等你妈我。跟着去偷提色，跟着去偷么的，家有到这吧，我给下都是视频都是没些的，等我晒落的嘛提色，等你怎么人个色，等我们都装么就是这个长么意思嘞，等我等着意思，俺的送没些人诶，当然是公车我做爬过说公穷就去种的，爬过说公穷就去打这几班那里3个这，公么的当时几个，等你。加了么个，等你去家个人这样子，我说卡巴鸡等等是去说炸酱椒嘞，谁么个，等你我说就是去说炸酱椒那嘎颜色嘞，炸酱椒那的地方么不认出来，等去家我说加了那牛跟那，这家的，就是如果给家鲜那，要么那卡巴鸡那。等你干成弄的食品节这个嘞，食品节啊，对，我用的其实一起做加了落地么做牛去了，怎么看着一个那种呢？其实是起加了公那嘎嘎的嘞，去公么个加了两点嘞，加了么个公么的嘞，还没当那片头的刚么装没3个嘞，等你个你其实俺牛那了片头嘛俺肉嘛的，等我说阿姐等我你给装那其实一起加了牛。给的马上那其实起公穷是马大子不，公我穷怕多不了是啦，就是那个这里嘛的，连嘛的。你去我说的不有那都我来接，不有个动作就到一家的，我来你家个去的，咱俩们都说公你家个去一套的这是，等你你说是，当我公我越去那做嘛是的，但想嘛就带那这样子这个当这样子我可怎么你咋是谁？等你当我记那呢，你说公我穷来的，怕过说公去的，当我当做牛们几个，大家。蒙不些个嘛，他其实起，加了金牛跟那给都是说啊，你进来吧。对，等这里的从嘛起过。这不能把这些那把他带着加了等到没些，带着你跟着等到这些呀哟。我的跟着你他们也就到你工厂是，等你用你上班这记住哟，等弄个用去加个就是这个，你作品个的啊，你把它拿了跟着这样的称个的那用那记哟，等你俺那能就是说跟着称你他们的从介绍你，就到工厂就到其实上班的弄这样去的就可，等你把那要么加个其实你把那这样去的等你俺张老这次我不是加个来金融。但你说阿姐那扎个嘛做卡些的人，莫开嘛做跟着有了嘛的，他莫得了公司做事个，但是的跟你莫沙巴这样的沙巴莫的使用人。但是当我阿姐人家就是说跟真的，搞得过的你吃真的是的，搞得你懂了呗？你咋你把它的，你咋是把它加出来讲呢？就是这样么做的嘞？他吃那我们吃个就是说这要来的公包蛮重，但就是跟你加了个啥呢？我其实说实话，就是说个三用家吃的热的嘞，热做，但是我按照你算不算那刚我装明个公包蛮重？但是其实加了公开那我用干成那其实个的工资那上那我吃工资这是嘛的用，就是这样面那上加了那女面那是的我讲我这要来的，但是其实我个就干。就是个家那个什么，我这样三把是他吃的，我想我三把用也来要动来做热啊不？太过去吧？太带着跟着等到现在，我刚开始说就是说那么简直做龙是个的，做我嘛公爸妈从就是说个做马了，我家从节目的那么节嘛的，我嘛开着做节目的，跟你做那节说的下你们军队的呢，才那些开着做那节目的样。这家估计呢，第三个日期开着，但是这家我们等到专门是那卡巴军的这样子出来热，那过题吧，我这个改过的，大姐的长我说的怎么样？哎。